来看2020澎湖国际海上烟火节，4月2日就要开始啊！昨暝伫西隧外湾科技灯光的水舞表演，先登场表演一个搭配多彩灯光的无人机升空，变化各种的图形，变成一个亮点。这个烟火节主要的场所伫观音亭，若去过就知，已经有全新多元的游戏区来启用，有真个大人带囡仔去试看卖，耍甲真欢喜。 最为海面上升悬，到达气势音乐，够精彩的声光效果，互澎湖西隧夜景变甲真水。一年一摆的澎湖烟火节要伫咧22号上场，西隧外湾新设灯光水舞的表演，替烟火节拍头阵。去年表演的重点是空拍机演出，今年同款有新的表演。我们今天特别以无人机向温王爷献上2颗可爱的寿桃。 除了看真水的烟火秀，澎湖县府嘛甲烟火节的主场观音亭做大改造，推出大人囡仔会当做伙佚佗的所在。看到新的娱乐设备，囡仔足欢喜的。每一个囡仔拢真够抗拼，轻轻松松就扛起哩。若好耍，可当做金马训练。一直跳，从第一个跳到最后一个。是有那个软垫，所以他们就算下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冲击，不太会受伤。 改造过了后，烟火节所在，互民众愈期待。尤其观音亭海外线，不管徛伫咧搭，拢真适合看烟火。就等烟火节开幕了后，伫咧真水公园内底，哪爽哪欣赏空中上水烟火秀。